欢迎收看《后山开张工》，有花开大功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阿忠姑，乡下啦后生人大在鼓咯，一年有365日，当然什么穷人嘅节日，像新啦有新年，旧啦嘛有过年，有5月节啦、8月半，甚至咧还有当人为过情人节、元旦节，大概节日是代表某穷人意义，有啲节日系本人好好来放松一下，好好来歇困，有啲节日是本人好好来感谢身边当春绕概念。不过唔系大生人当好过节，不过咧有啲人冇过年冇过节是贵姓冇送上洋洋小小咯。今日邀请更多嘅后生人，让大家共下来分享几多嘅过节经验，掌声欢迎！主持人老家小几多嘅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是无论乜嘅节都一定愛去追求我嘅阿子怡。天就老家小幾多阿李家。大家好，我就是過節狂人嘅李家，大家。天神就老家小幾多阿露怡。大家好，我是過節親老伴親戚滿東滿西嘅阿露怡。稀稀拉拉小介紹，今天有帶福壽螺出門的白家。福壽螺咧係我代表吼，見工吼，非常的漂亮啊，大行啦，重點係我種白鉗，吼，種白鉗今年之中最重要嘅節日係哪一隻？8月17號。8月17號係巴妖怪，巴妖怪越常見。好啦，天接來係劉太嘅手機同阿美倫。大家好，我係過年新年嘅時節最鬧變數嘅美倫。喺阿婆喺新年時節向人變數，冇向人進步卡哦。好，最尾啦，小介對後先。大家好，我係跨年哦，看日出冇看到沙冷到嘅後先啊，又係開過。咁個正經嚟冇而家理解，按家講到嘅過節嘅狂年，按好過節。點影哦，正經點碼。哦，一點影做定點碼就冇了。誒，都差唔多，跟人哋點碼都係過乜嘅節，最點最狂。錯，因為我同好過節，開睇牙都地嗬，因為我嘅生日係幾多號咧？唔掂呢，自己唔8月24號，你看過年係好朋友。情人節咯。什麼年你你奶台的你？12月24號。哦，跟他今天就穿得很那個聖誕紅哦。因為我就是耶穌的孩子，哎喲，係韓國人要係平安夜寶寶，古時你愛最後尾嘅節呢就係聖誕節，係，因為我講聖誕節呢係一種幸福嘅節日，嗬，韓國其實世界時節啊，我爸爸媽媽有聖誕節嘅時節，佢哋就會變做嘅聖誕阿公、聖誕阿婆，係，就係我講，唔記得聖誕乜嚟，我不用好先來哦，韓國喺做地位水母哦，你講冇做地位水母嘅話，佢寄唔嘅禮物，聖誕阿婆就唔會來，聖誕阿公就唔會來哦，就本來按用嘅幻想到現在，因為我一下都相信聖誕阿公真經啲世界紅，因為仲要買按用講呢，因為從來頭擺世嘅時節，我就有下心呢，去到芬蘭亞邊，嗰邊真係要，係芬蘭嗰邊就有聖誕阿公嘛嗬，唔過一下我就冇數到嘅聖誕阿公嘅飛行，所以有啲感。可能也英文唔好，即係語法冇乜嘅好，今年嘅時節過嚟下一半嗬，看佢嘅飛行本來，我真要求係我最好覺得聖誕節啦。那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？冇啊，有我嘅生日啦，又有聖誕節啦，謝謝。寧願過817。吹風睇㗎，吹風。如果冇衝動過817有乜解要？好啦，阿志來講下你一年當中今年最好嘅節係乜嘅節？我咩考慮卡強用就最好。你們就是中了商人節的毒啦。冇，因為聖誕節真係就動好搞啊，出去嘅時候就看到巴拉比布啊，韓國最重係乜嘅咧？聖誕節就做嘅有電路有禮物，韓國做嘅老男朋友是浪漫嘅嗰種聖誕船，係韓國做嘅搞完禮物，我感覺動好搞啦。天二咧就係就老種白鉗鉗就會動好。8月17號，怎麼解咧？不是3月9號、3月9號，係，因為呢就。也係用白，全部生意都要講出來。做生意人家會動好嘅，比聖誕節行下高一級用白錢咧，因為呢可能聖誕節這個禮物呢係按用，唔過你那係商業禮物就，哎呦，就會動太又較貴，係古種我就動好做生意。再過來呢天二點，動創業就係呢，因為做生意做得什麼嘅？幾亂講。冇錯。
因為平常時愛食幾人搞，就會感覺啊，愛當姜皮啊嘛，就唔敢食。唔講你愛就做一個，愛今年生日，愛愛食當到幾人搞，就唔是姜。我覺得正常，那可能當然是該亂講啊。愛忘了求你。哎，吉東號是甜點啊，係啊，甜點店，甜點小公主，跟你平常就是按多，跟你不用再裝了，好不好？冇，平常時就係是那種細細餅啊，冇嗰種上面主要是太長， 8寸以上是的啦。翻翻翻那個，有那有等下來請分啊哈。那你公園剛好買就送你20寸，然後你沒有吃完，我要算你原價。睇下叫下先啊哈。好，撒下來家下就講到係耶誕節嘛，就講過西方嘅節日，唔過還有人當好東方嘅節日，後先來講一下。冇錯，啱哦，佢最後嘛建議係青葉版，係啦，最後先嘅辦，而家就等於送出去啦。半夜班哦，半夜辦咧後部分講到，咁講咧最後係咩嚟？種嘢咧，最後係橋啦嘅過新年，用乜咧？因為哦，喺後生嘅世界做得變了變凍衝啊，還有哦，做啲送貨嘅理由做得做線上。賣線係啊，還有做啲水木水到哦，水到包包，有冇？最重要係哦，你一見到做啲誒，老東叫冇見到嘅親戚朋友啊，叫我雪盤啊，很奇怪哦。最後係係處女座每個，都跟我看到要3萬年。咩？因為咧蛇聲嗰啲不看，已經全部都應該凍火。咩？東九冇看到是不是問幾個？哎呀，你頭髮怎麼長那麼長？對啊，就是你知道，為了見你，所以我等到這個，就是等到白髮還沒到。我以為是假髮。我正經啊，在每家在媽媽，在每家係最後一件事情用乜講咧？因為哦，啲在每家看到嘅家婆啊，還有阿公阿婆，咩阿公阿婆講唔錯嘅，阿 Q 還有阿姨啊，記得吧？還有最重要係啲會搞嘅啲客家人最頭擺搞嘅嗰個遊戲，按到第3鋪。哦，你都要地毛，那個普通間嘅空間啊，那三隻空間哦，那唔知台石頭。啊，大家哦，那你要砸錢，你是表順挑，可能壓10塊、壓100塊都可以。你然後那個錢，你跳落去，那全部係全面哦，哎，這就通轉，對，通殺，渡橋啦，渡橋嘅啦。啊，那係反面咧是通賠，賠錢咧，哎，最後咁個，那最後唔係存錢，係大家窮下搞嘅動腦嘅時間。省錢啦，係啦。我怎麼聽起來好像不是呢？對啊，2B 都係送渡橋啊。其實剛才存緊。賺零用錢的時候，誒講緊嗰啲大家傳錢，家就講到第3鋪，即係呢3紮講緊嘅時節，做啲上潮咯，第3鋪嗰啲看馬沙最讓啦。冇啊，這唔是3紮嘅，全部沒窮下。沒有人要跟你那時候存熱錢嘅，啱冇係撈你存下多，啱冇係不應傳錢。白 cam 攞啲講下，你仍然當中加啲講，8月17係乜計嘢咧？係啊，悶哦，就係8月17號啊，很記得經驗嘅8月17號發生乜事情啊？大家窮下咯，嘅慶祝嘅，還有推種送嘅卡片，你說看8月17號幾重要啲。好，謝謝。你們為什麼給我這個臉？因為我來講，因為佢差唔多呢種戰嘅意思，啊，我今日生日，我有樣呢。預告一下，有印象啊，有印象。君主地位上件事啊，哎呦，8月17號按渡河，你見都冇人認啦。出來哦，講差很多呢，佢係同志中人講，誒，好食嘅幾多搞嘅 Q 咪係烏嘅嘅，好食嘅烏嘅拿出來要假裝驚喜，哎呀，有冇給亂搞啊你哈？我說這一種重要嘅嘢。後輩係要嚴嚴嘅，因為社書姐咧8月係暑假、暑假，所以冇讓你做生意。冇朋友讓你生意，所以你一下冇朋友就冇朋你一友。下到朋友之後，所以你要必講冇啦。同你講啦，所以你一下做啲窮下咧慶祝嘅8月17號，所以我東方而家熱得啦，喊就唔好破數啦，喊就社書姐嘅轉經教師就通學送嚟哦，我就一定會指定看個卡片啊，滿嘅卡片啲輩都會試下多，我就會排行哦，我就會那個告訴大家說，哦，你要經驗嘅體檢名、打跳名係滿煙，好，第2名、第3名、第4名，哎呦，滿煙係書姐咯，他們就會為到比賽，為了要爭取那個第1名，更加勁多。那我決定要寫廢話。哎，我決定不會給。你也沒給過啊？我上門口，跟以為寫灣機嗎？冇有，跟以為寫下多嗎？冇有，就是送紅包的概念啊，已經報3千克，應該是報4千克。動態呢？對啊。所以哦，咁我哋一下就會輸台下佔卜之後，冇影寫卡片啊，全部係 FB 啊、Line 啊，咁我哋一下，我咪會去計算哦，萬年會送嘅 Line 嘅禮物。從GG 而家全部要送，要送啦，其他呢個喺度。後台
我差不多哦。大家其他記得哈，明年哈8月17的時節哈，如果沒有送，他就會先 cut 到爆。那今天有冇記到新冠頭？817是壓力最大的日子。壓力動態哈，我們來講一下壓力冇安泰嘅哈，即係輿論，因為老嘅對面叫用。對面叫用啊，天氣房嘅係聖誕節。你咪知道誒，老叫用，可能唔係因為你家嘅生日嘅關係咯。係因為啊，知道聖誕節本身一種同夢幻、同浪漫嘅感覺，跟樣時咩要動到禮物嘅數到嘅機會，古時我要講係一隻聖誕節人到禮物節，因為誒動到嘅牌子啊品牌會出動到嘅限定嘅商品，聖誕節咱們有啊，比如講有上時會有倒數月曆，嗰種保養品啊，佢動到一格格有冇？佢咪出到那隻保養品就非常嘅歡喜，係充點係做啲老朋友做嘅高溫禮物，有一年啊就出到嘅 Switch 遊戲機，完了客家腔遊戲機，對啊，你家朋友係馬莎，我也要認識，你咪去掃台不安好麼？冇安好嘅事情幕後分享。所以真嘅啦，這個用東東因為知道亞灘節就係禮物節，係冇嘅阿路易咩東孝過亞灘節。東孝過亞灘節，因為亞灘節東昌嘅過年啊，落過年佢用東歡喜啱去。唔過呢，我記得我有一年，我嘅亞灘節嘅乜嘅地度有細細嘅禮物，我唔知半年變嘅，佢我到咧嚇，乜嘅東餐上菜啦，上菜啦，真係唔係其他咧哦。好，這是重點。所以你就多了他是東孝過亞灘節，因為又會用送東西。因為喺我多咧嚇，我相信有亞灘老阿公。哦，亞灘老阿公一定會。可能係你家爸爸去表。可能哦。今年還有冇？我看啊。好啦，真嘅，我哋觀眾朋友一年哈要365日按到日咧，最後過那個日咧，那個節日唔過咩要動腦過嘅節日係乜嘅？韓國咧下特種嘅12大節慶按豐富按豐裕，唔最後係乜嘅12大節慶咧？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聽下來分享咯。正月把客家文化節，因為我從細喺佢對個條分太嘅，呢個條分嘅正月把條拜係判一張禮拜按9，你下東昌1日2日天天條拜按長嘅時間啦，攞逢嘅咩，有動到好事咧、好搞嘅，嘅一面沒有動到嘅表演，還有嘅唔是錢嘅起擺。哦，充電，做乜嘢？對，我老實講，嘅唔是錢嘅起擺，一天我一做就去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相關節目現場。上一台人是問大家講係最後嗰一節係乜嘅節？有人唱樣樣來講這個係8月17號。好嘞，啱啲哈，睇下就冇上嚟啲咧。大家係咪 B？不過呢一行看最對那個客家委員會要推出客莊12大節慶過後，真係從南到北、從西到東吼，特質嘅客家總是有自家嘅12大節慶。不過咧。大家真係要去過咧，都係客家嘅傳統嘅節日麼？後先來分享啊！你去到呢個12大節慶第一步，你最後嘅節慶係哪隻？其實我最後嘅節叫兩隻，一隻按到天春日，一隻按到移民節。啊，蛇先啲移民節用辦啊？我講乜嘅？七柱共天天啊！我是啲哦，我而家節日哦，我嘅家婆會買嘅東河市嘅現場通，還有東台主公。其實嗰時唔啲有主公嘅用辦啊，咁個時係是通咗東河，還有做啲看嘅舞台戲。哦，看舞台哦，真嘅係移民節做一個中央調全部看，就種誒新民假期嘅個，神明假期個中央調，我們就哇就得到福氣嘅感覺。不過接下來你家我來分享，無強用自家咩忙事去個上愛去。係，我當上愛去，韓國嚟說非常有興趣，就係台中董事嘅新燈辦節，係，新燈辦節唔知睇下。正月辦嘅時節。係，錯，因為我知道當有興趣係因為佢今年嘅時節就。就會有啲比賽嘛，吼，韓國新燈辦就動太長，就完全冇看過按太長嘅新燈辦。韓國人咪知道用按用嘅節日，就做一本大家講較了解到，用動到啲傳統嘅美食。我說我動好呀新燈辦節，再講嚟聽動好嘅節日就係桐花節，桐花節，因為像我細嘅時節就桐花節多嘅，吼，我爸爸媽媽呢整年都會帶我去看桐花。韓國一下嘅桐花節，錯，一下嘅桐花節其實要動到嘅野餐啊。韓國動到啲音樂會啊，其實我哋知道越做越好，就係做動享受嘅桐花節啲維度。動後生啦，唔看佢講到桐花節，細時節係蠻有桐花節嘅。細時節咩？時節啊！桐花節都嚟下陣二10年天天。細時
接去了。差不多啊，眼醫生面啊，好咧，點點。我家要講到神殿版嘛，因為頭擺喺因為沃卡度有甜神殿，就是西來嘅，這樣做就有大神殿版。不過因為咧係芯片平權嘅時代，所以到咧還有每個版，像係還有掛神機，就講每個出世就要過神機，就要甜神機咧，哪一出世就要甜神殿嘛。做咧還有冇咁樣粉紅色的是那種女兒版，冇咁樣，所以到咧系統咪看到，傳統嘅文化嘛，有冇咁樣嘅改變嘅。阿維倫這個來設計嘅這個苗栗菜地嘅文化節，我這個真喜歡的係因啲苗栗嘅幫量，因為苗栗家有講到係苗栗較特殊嘅節日啦吼，咁樣時我韓式嘅時節就接受我聽我這個阿公啊，叫做騎條奧多拜哦，就帶我去停涼。哇！故說還有上時就講幾條後面轉停上又停下，還有上時我看到有動到嘅店家，我前面幾條嘅涼來保涼，保涼嘅意思就講我本幾多錢，個一隻石頭人就來我嘅屋卡，一下來我嘅禾塘鄉。嗰幾條就拿個自拋嘅有嘛，就拿來揼龍去幫去炸那個龍啊。嗰幾條就相信講啊，越炸越旺命，有冇行較好安尼，非常嘅神奇。跟住細時就去有炸過嘛？其實係當陽自拋嘅，本人炸，本人炸，冇。我咪做阿講，千萬唔好去，因為個錢當少。本人炸要趁兩個一些錢，唔去啊！你看就好。其實專門來嘅保險去揸人嘅，去揸人嘅，去揸人嘅騙人。唔過講到苗栗嘅頭份嘅細伢子，咪來設計下頭份嘅客家嘅建議了。頭份有個新嘅把客家文化節，因為我從細喺佢對個頭份睇嘅，呢個頭份嘅新嘅把頭擺係判一張禮拜按九，你下當場演繹聽頭擺。按長嘅時間啦，會分給咩？有動到好事咧、好搞嘅，嘅一面沒有動到嘅表演，還有嘅唔是錢嘅起擺。哦，充電，做乜嘢？對，老實講，嘅唔是錢嘅起擺，一天一做就去。哦，我本嘅睇下錄視槍槍。啊，他總得打爆大傳戲哦。做唔得，因為拿你用機做拿開嘅。哦，你用什麼？咁咪更多。客家精神，懂好。真嘅人講到咧，唔是錢，真嘅因為誒白劇冇，抽機器啊。係啊，盲眼嘅時看到矮咧。盲眼嘅時班就新拉差唔多是5月左右啦，5月變咗那個挑粉東蟲寮這種古時嘅班，即係媽祖廟嘅元俊宮呢一片，開始到呢個義民廟呢兩宮廟之間的央界。就有迎接繞境的活動，我還有貴路還會擺個鴨溪夜市，東涌鴨，有那種夜市，白天就有了，嘿，所以從早市擺到夜市，不是錢嘅鴨溪哦，左右啦，我還有一紅，你想講安紅嘅幾間那手機出來幾多億？那不用專業，我講到你白camp，前幾講起係後門探嘅客家嘅世界，客家世界嘛，有。客家我從係冇，因為我講學客家係差唔多4-5年嘅時間。所以我對客家嘅文化、客家經驗冇埋了解。不過吼，我想到一隻方法，就得幫我下了解客家嘅文化啦、經驗啲嘢做乜嘅嘛。像啊，而家就去安多嘅法堂，所以佢講了解乜嘅通化節啦、乜嘅移民節啦，所以哦，客家師傅會展會哦，客家什麼國體嘅客家師傅曲哦，全部做得起碼去主區，哎呦，好好了解下深嘅客家文化感受。不能夜配，找你哋。佢哋生意當購物呢，因為50錢才7百，就算還50錢，你還要給我錢呢。上期主持咩唔是錢呐？不應該7百哦。我們幾位會講人家客家文化，還有是出錢，所以700啊，還有個米粉是走的嘞。7百就好咧啦，78000啦哈。好啦，不用，我正經來講，今天來到現場，正經公司係東豪國節嘅人，我們要來問一下，為什麼到底做乜個安豪國節、白camp節來講下？做乜個我東豪8月17號咧，做乜個原因咧？就係因為我東豪儀式感，劃重點儀式感。因為譬如講儀式感，就係你做得用了，再經驗吼，讓當有冇看到嘅朋友抽出去共下食飯，也係做得去買嘛東西啊，本然還有紀念嘅價值啦。最重要就係我東豪咋，除了啦，該生日之外，第2名嘅經驗就係求那個過年，新年呐。因為吼，當年嘅新年哦 ，any 卡吼，全府人去聽哦，一翕個全家福。我會想說，讓大家留下讓都冇重呀經驗，做啲記錄。當年哎呦看一下哦，
哦，把看金瑞金4分哦，哦。我看给那金金币币了。没有要讲张妈妈，不要这样讲张妈妈。你不要这样。哎呦，会去改阿妹啊，会去改。啊，自己来讲哈，做乜该按好勾结。外面真嘅同好高姐，外讲我同好高姐主要嘅原因係有2隻，頭一隻就係有電路拿，第二隻你喺中白 game 嘅女版係冇？唔係，第二咧就係做啲適當到好食嘅東西。韓國呢外面係感覺高姐就係有一隻家口，做啲好朋友啊，傾下秋電，傾下來團圓啊，係傾下大嘴鼓啊。韓國其實平常時就會感覺講，誒，你當上網存錢，就還有上網存錢了，有錢不用多省空哦，佢會咬眼。平常時會唔攀地法案用嘅錢，唔過那係高姐嘅時候會想講哦。跟人就本去噶是較好的位啊，對去噶他冇錯，對去噶100他把槍槍應該牽住冇嘅。冇按法按到啦，冇衝擊啦嗬。喂，嗰時候其實人家個高姐啊，件事情其實就從儀式感之外，咩係對生活當中嘅潤滑啦，就每次都講我生活都辛苦。錯。就講有上時行可以撩一下，即個表鬆一下，休息下，休息喺味道上行下那創業嘅路。當然就做事做無停，從按度做馬計咯，也沒有啦。傳安豆愛美唔地做。就係伊啦。你教嚟講下，即個做乜嘅按好勾結。像愛去甲妹像甲北強講嘅儀式感，但是我不喜歡817哦。啊，你喜歡12月？他12月2號。是啊。因為愛吃到無對嘛嘅節日吼，像生日咩好啊、情人節啊、韓國5月節啊、8月班啊，也係公園吼，愛吃到對不對同重要嘅，像剛剛自己講嘅，愛吃到所有嘅朋友，因為也係節日吼，氣中強下，係同幸福嘅一件事情。韓國像愛去甲就講，家下有講高節孔明吼，像愛一開始有講8月花，大家會做乜嘅？拍肉嘛，哈，那個冇拍到的話，我就會隔天再補烤肉這件事情。還補拍肉，拍肉，嘿，那個錯，也係根本應該冇過到生日，也係白強冇本愛生日禮物發。你當然就不你哦，你要口甜哦。這樣子啦，哈，不說呢，愛吃到呢，建議就會按用，大家強下歌，強下數禮物，歡喜最重要。歡喜最重要。我也希望我明年可以收到 Switch 的禮物。你那篇又到哪一篇哈？我們走在小改本台這個。好先來講一下哈，其實哦，我咪係感覺到大家窮用啦，最重要，因為平常去盛發全部都窮用，太頻繁了。我本來啲盛發啲都要下多嘅色彩，下精彩的，所以個節最重要咩個節，係咯，大家講嘅叫感覺最重要。係，還有因為哦，你下大家出去社會嘅嘛，所以當到可能跳擺讀書嘅朋友啊，學嘅朋友當久冇見面咧，咪做得因為個節嘅關係哦，嗰啲做得湊啊，叫下。朋友啊，冇成日打電話聯絡一下，因為咁樣你係最重要一件事情啊。朋友之前頭南冇建議下冇本貨。不是，因為哦，咩啱陪婆嘅，啱算多事嘅。這挺懂錯嘅。你陪哎呀，跳那麼哎呦，換一個吧。其實你係因為佢係佛養會變 QQ 嘅。原來係風煙笑的。不過講正經啊，這種其實台灣已經正經都好狗年狗節嘛，你講光是那個情人節。過年頭都帶，一年張眼全府就有情人節嘞。台灣還有13個情人節，除了那12個、14個，還有七夕，還有七夕呢。哎呦，安好過西洋節，不過你下做咧老大家分享吼，台灣地圖吼最好大家最好過乜嘅節？第10名是係父親節，第9名是萬聖節，第7名是5月節，就Q 那個5月節，還有第10名是剛剛講的東英講的，最後亞灘節，還有還有元旦、中秋節，前3秒來報本大家，最重要第3秒就感謝你嘅媽媽，所以係母親節。第1名就係情人節，大家因為一年當中有13個情人節，所以大家最好過情人。第1名，我哋半夜17號，第1名是家就當英講當5號嘛，當上過誒，是係過年，Q 啦係過年。對，正經對台灣人傳統嚟講，雖然現在很喜歡過新曆年，不過 Q lang年還是有它的味道存在。真係上係觀眾朋友想一下吼，你頭擺到倆下過年過節，天長有時咧，當多嘅美食，當多食物，嚟到東西你過年過節天長愛食咧，等下將來繼續老太太向下來分享咯。聽本 Annie，聽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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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nie。先買本愛，先買本愛，先買本愛。那這些人專門剪的啊，今天就係青嘅本來啊。北埔中大太陽廟，北埔中大太陽廟。好嘞，點。南埔中大太陽廟。跳來啦！
好嘞，总坡中加一闪耶。欢迎大家都到来后上台上嘅節目現場，今日真係熱鬧棚，大家上演就有即個支持嘅節目。唔過過節聽說愛食東西，愛幫東西，冇食東西，跟用咩按到過節，像半夜聽說有啲客人聽說愛配牛嘛，但係聽說愛食東西，我哋生意講邊咧就，假使冇呢到東西，用係過節咧，嘅阿自己來燒幾下，你知道乜嘅節聽說愛幫乜嘅東西來食。冇唔錯，一定會食東西，冇食東西就會過青年班嚟啦。因為呢，其實從大家嘅條件就講到愛動好亞攤節，跟愛咁講呢亞攤節一天愛幫嘅東西就係呢開價，開貨嘅，那係冇開貨嘅就唔算。好，那係冇算配貨，冇識配個貨嘅就唔算過亞攤節。韓國呢配貨嘅一天愛搭配送紅酒，係，即係我哋韓國這邊買嘅亞攤節嘅餐點，我哋用，哦，都有氣氛呢。拜牙呀，拜牙嘅故事啦，係。因為我講我從之前沒有去家做過配貨嘅，不過我講我係喺冇 Costco。作為學生，係韓國其實我講你自己去買啊買鑽寶啊，可能其他的東西就去家做，你就做會送嘅輕鬆又鬆鬆，哎呦慢慢的食，又高級又是好食嘅東西。不過係講到做嚟充點嘅，就係呢，無論乜嘅節都做得起居酒屋，係，因為居酒屋。你是愛有接嗎？業配，比如你鼓啦。本樣居酒屋很愛業配，有雕鼓係冇？你下。那係唔掉開，我看一下，可能我會調。我真係因為我講個高節就愛歡喜東西，愛好食還有酒，跟居酒屋就廿三隻充點嘅。我所分享大家，超定叫下來去居酒屋高節咯。你起碼嘅居酒屋嘅廣告，咩唔知？當中 slogan，嘅呢家嚟講下，乜嘅節愛幫乜嘅料理。我知道半夜班聽說愛幫嘅就係熱公餅，因為伊唔會好點餅去買熱公餅，有可能啊，像白鴿那啲啊。今天哦，那今天人煙四季哦，上到去這是會去老街啊，賣個台餅啊、熱公餅啊，真緊賣呢，而且平常買比較便宜。哦，因為就冇過節，你看他不知道怎麼接。我來記喺平常比較有儀時式感一點，你就不用到高節這樣子。我知道嘅建議嘅食嘅東西，而且搶嘅時間將會有好生意嘛，就可以排列將會好生啊。青嘅版面係用嘅眼力啊。其他是下嚟講啦，好啦，古時我哋知道半夜班嘅熱公餅哈，真見咧喺半夜班嘅時間，食起來上有感覺，像油嘅咩黑啊，錯冇？韓國你古時我哋去揀嘅半夜班，唔會食熱公餅，係咪食嘅蛋黃酥？亂黃酥，係因為嘅時間亂黃酥，大家就會見啲配亂黃酥嘛，哈。古時呢蛋黃酥，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中秋節食。哎，可以介紹一下嘉寧的。都得老闆人聽啦。真的，哎，真緊吼，亂黃酥吼，全台灣有動到見有動全面嘅，先為李行沙業務嘅後生老太家紹介啦，你係乜嘅面啊？就是啊。很奇怪。係啦，大家都啲樣嘅咧係呢行晒業務嘛，做到業務最重要係表達對人客嘅心意，尤其過節買嘅電路是當重要咯。如果講到街半夜，都冇數到呢，哈。係啊。因為係冇喺嗌班嘅東西啊，你也沒叫業務。我有跟你們買過澎湖的什麼？哎呀，有，我有買過。不通過，那是代購。冷靜，不要吵架。我等下，啱頭先講咯，對人客嘅心意對最重要，買嘅電路是有講究有講究哦。尤其半夜擺嘅時間，我哋會買嘅熱公餅嘛，熱公餅咩錢財賣哦。當然咯，我是為為多節嘅時間，我是為預定嘅小盤嘅鳳梨酥。哦，這是最基本的，這是 common sense。那係客貴重嘅、客好嘅人客哦，我是為去聽嘅兩年最有名嘅，頭先講咯，亂鳳酥係哦，兩年按到係熱公餅地位嘅 Hermes 陳耀迅亂鳳酥。哎呦，愛馬仕啊，一隻凍貴呢？幾多錢？一隻係差唔多8萬塊，一隻哦。真運動。係啊，一盒嘅幾千塊應該。還有當到平常幾條沒有自家嘅熱公節嘅電路餅，哦，所以哦，我自家係好緊。不過唐講嘅東南聽用嘅聽到嘅呀。那當然就是有門路啦。哦，有，大家有糖的哈。聽本 Annie，聽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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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nie。好嘞，
好嘞哈，那个好心又躺到了，但是呢，条件是明年帮他买机票，跟他买机票，这样做对。好，哎，那国门开放嘛，记得购买机票哈，大家就出去工作嘛，而做些哎機票不應該賣咗咧。好啦，係啦，咁個講到台灣已經係高病嘅王國吼，唔單止係半夜辦嘅時節係食嘅暖風樹啊，食嘅高病以外，各地嘛有自家嘅高病嘅最出名嘅店，嘅匯潤老太少嘅苗栗。我自家先喜歡咩？喺講到熱高病，不過我卡冇老太家冇強樣，冇食嘅暖風樹啊，又係講一般的健康病，你是苗栗菜地嘅肚臍病，大家有聽過冇？肚臍病，肚臍病，跟你苗栗清有名嘅，就係一個做生意，它叫做福堂餅行福堂病號，佢有100年嘅歷史，大概有些發出都得買來看看啊。買本愛生，買本愛生，買本愛生，買本愛生。哎，那這些人專門剪，今日就係清嘅本來啊，飲天天呢，佢拿肚臍病做得揾到 hummus，我做得啦，我買一盒落去揾一集。哎，咁咪做得咯。係啊，做得啦。啱樣那個係成本已經看過，哎，你一棟特別咯。苗栗人要啊，苗栗人要啊。咁個講正經啊，講到當年過之後，尤其係台灣人最後畢業係乜嘅5月節的時節，乜嘅北埔粽、南埔粽，哎呦，都忘記我們客家有客家粽哎，用來用去。啊，自然最後是那種粽。北埔粽大條命，北埔粽大條命。好嘞，點點。因為我就係北埔粽學台嘅生意，我從細到大就係。哦，你誰去咩訓練？今咩訓練？一直寫十足啦。我從細到大就係食北埔粽，因為我講我北埔粽地位度啊，就當到我好食嘅東西，比如我買個蝦米啊、落霹靂乾啊，韓國有嗰種。經典嘅就係乜嘅呢？三層肉，一定要有。像我家嘅米飯動厲害，因為佢北埔粽米飯用辦，佢用嘅老牛嘅用辦，老牛米，哎用炒哦，動香，係其實本人啷到係冇，啷到人叫。不過其實講食材法，我冇食過南埔粽，因為我有談過南埔粽就會濕黏黏，我談到種北埔粽一樣嘅啦。佢講到重點咧，南埔粽就係濕黏黏嘅，所以非常香，非常嘅，你有冇講？就是充滿你的嘴香。跟你說是做好嘅啊，黏黏全部都有中。你是北埔粽，你是老盤子好嚟啊！好嘞，唔是亂講，唔是亂講。同佢講，南埔粽大條命。好嘞，都係大家摸兩下都試一下。行嚟嘅煙具，內線。係。因為吼南埔粽嘅地位度嘅料咪當澎湃啊！韓國咧，因為南埔粽對我來講哦，我後來睇嚟之後，認識到南埔粽係因為哦，我想到我細時節到各種嘅時節，嘅福利社地位度要買個粽兒，因為佢係用脆嘅，所以佢拿出嚟就係南埔粽啊！我講啲哦，原來我食嘅咩南埔粽係食我摸菜嘅青春。好嘞，謝謝。因為南埔粽地位度有鐵條，還有鹹亂無味。我最拿就係鐵條準做鹹味色，我唔中意。佢係黏軟啊！冇使用，兩下來打票。好，走咧，我有信心。溫馬幾講幾有信心？北埔粽嘅青茄燒，哇，南埔粽。等下，阿中古音冇打票，等下，來，南埔粽青茄燒。我是我們攝影大哥，進去茄燒進去。曾志爺唱茄樹。好嘞，唔使用去，唔過唐講健昌有一個係綜合粽，哦，佢唔係北埔粽，嘛唔係南埔粽，阿魯語來講，嘛講很多綜合粽。大家談嘅字你都可以講，我講啲北埔粽啲都冇嘅亂喎，係冇嘅鐵條，咩冇鐵條，我阿婆包嘅係像嘅北埔粽唔係圓圓實實嘅，係走嘅，結果地都含有亂喎，含有鐵條嘅，沒有哈米。請問什麼該是爆買的東西？我家米係北埔米，唔過家料係南埔料，係應該係總鋪嘅，總鋪嘅，總鋪粽 remix，總鋪粽。你講總鋪粽，我撈到喺海景第一排。
海景第一排有没有青岛消波块消波块很多种不种啊。不过讲正经啊，为了来讲，咱做乜嘅当好食白铺嘅做。因为我自己平常食饭啊，饭类我自己米啊，吼，我就较喜欢早较早的，嗰个 Q Q 的，嘿，东老式嘅绵绵式饭，就嘛讲是作用嘅啊。嗰係要充點老自己供養啊，咩唔喜歡 detail 搞到地步，羅羅插插咪要亂放啦，我冇喜歡。哦，跟阿里不打聽到誒，因為這種你知道你不打你，冇啦，自己調面啦，自己做喜歡較簡單嘅，要出豆腐乾吼，豬肉安尼簡簡單，蘿蔔乾安尼就好嘅。係正經，因為好，我唔講。不過講正經，要去家講到白鋪種，還有南鋪種，其實當因我唔記得，就客家種可以當傳統當簡單嘅米食，就講地擺度或是表，還不是三鮮肉誒，係肉絲甜甜誒，肉乾甜甜，還有個香菇啊，還有豆腐乾。用菇，是按用心甜甜，沒有了。又到時間，你想要吃一點點海產的米食，就不用下鼻了。下鼻的就不用落去甜甜，就冇嘞。其實應該從細就按用，我是被客家種養大的小孩，應該睇客家種一票。沒有人要投嗎？好，來沒有誒？其實初中啦、客家中有一系列菜，因為係可以做，因為可能我嘅阿叔做嘅係白鋪種，我阿爸咪就會做客家種。但是就冇南鋪中啊。咩？今天咯，你北埔種啦，客家種係咪凍窮糯盤係咪？就差一個粽葉，沒關係啦，我們是3D 油飯，你們就是3D 米糕啊，米糕啊，係啊。我比較喜歡吃裡面有包那個，就是貢椒醋啊，那個爆。好了，那個甜豆了，那個太高級了，聽豆嘞啦。我都聽說有亂鳳啊，聰冇。好了，我們這個話題可以結束了，那個話題就在結束了。因為前幾日台真係好選乜嘅種吼，其實就在爆落去，全摩擦像剛剛講嘅，阿路易就講到，家父看南埔種嘅料爆到北埔種地步，蠻應該種的。我明天喜歡爆，看南個剛剛種，反例貝咩做的？最近哦，爆兩下落去呢。哎呦，很太雜。那個我們就希望嗎？應該真的是米糕了。明年嘅5月節，明年5月節就拜託白鉗咯，希望你。如果講到正經嚇，過年過節係得3年，當年底都可以365年都會過嘅節日，唔過唔單止喺台灣，有人係走到國外去過年過節咯，國外嘅過年過節有哪條神奇嘅素菜？等下再來繼續同大家傾下來分享了。就給他猜中一個主委台府，不主台府，來吃蜜桂嘅不主台式種產品阿四姨。想問一下，呢個呱呱雕雕，你按到穿係乜嘅意思？冇禮貌，亞台表錢。哦喲，今天班用嚟做係冇。因為其實這種事，那係你有按到嘅拍練呀，就代表講亞就係錢，你就做得去嘉年華去嘅去嘅法國區，你那係愛selfie啊，愛食東西，就是會拿亞咋冇。真緊哦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相關節目現場。上一台一開始做兩下就講到喺台灣嘅經驗下度，不過稍後來請大家收嘅度，即係去過外國誒土國物嘅經驗。不過一開始正經來收嘅下蔡崇嘅主委台府，就不主台府來吃蜜桂嘅不主台式種產品阿四姨。想問一下呢個呱呱雕雕，你按到穿係乜嘅意思？冇禮貌，哎呀，係種有文化性嘅東西。我以前看到亞在詩有看到冇 ？New Orleans。New Orleans。你看排行第一個冇尊重新民。因為其實這種事係喺高中嘅時節，就有看到嘅相片，係佢唔係沒有錄情嘅，唔係呀，這個係愛去甲翕嘅哦。係因為這種事愛就拄好去台北學校參與嘅美國 New Orleans 去做交流做表演，佢愛拄好就拄到佢哋嘅嘉年華飛，佢嘉年華飛同特別係樣板嘅，因為佢哋嘅嘉年華飛同鬧熱有陸紅就年輕人聽話，還有遊行嘅發財哦，遊行嘅發財啊，就當青島人啊，就會帶按用嘅主位。下來，係佢拍電就要用帶下來，帶，你就一個去念哦。係韓國唔單止有帶按用嘅拍電嘅。50千呢哦，50千，不過我係搶，我搶啦。你搶得多？係。穿到我唔錯，因為我愛搶人點喎？睇下老多講亞爭係岸企喺乜嘅塑膠天氣，唔係亞台表錢。哦喲，亞就係錢。
因为其實這種事，那係你有按到嘅拍練啊，就代表講亞洲係前，你就做得去嘉年華嘅期間去個法國區，你那係愛 selfie 啊，愛食東西，就做拿亞洲給你可以退啊，真錢勁哦！還沒有幾多錢？啱啲。男生咧100，女生200。其實天然天佢冇去 selfie，所以佢咩唔啲，你都係分。感覺在這裡面感覺吃到共同內，你想看還有按樣嘅國家不錯啦，甚至應該真係冇希望講真係自己做得幫人做唔到。我睇下觀眾朋友拿定希望幫佢講。係啊，該工業建業世界佢都講做得玩嘅，該一種代表性的東西而已。可能是那個節日的時候可以啦，就要不然拿回來青葉斑馬做得正煞。你下女做乜尊重佛嘅？祖沒做對你下很容易到。我要辦生見面總是怕吧？對啦，扮老姑婆嘅需求。聖誕節沒做對。你做得然後也全部掛上去。然後你出來做聖誕樹。其實買咩東西，唔講買鏡位大都買苦，故說冇辦法。唔過見面雕嘅係老年嘅上不懂熊熊，係啊，因為也是要真嘅動要代表性真嘅。嘅，好，真嘅，好啦，還可以送。那韓講，佢算錢啊，比如講有愛用嘅東西，啲當紅嘅卡。較多錢，較多錢，可能做得揾到一隻嘅烤雞，當然有按幾亂，幾亂。因為平常開貴嘅位啦。要種給他多錢。好，神夢來吃蜜桂佛珠商，謝謝。阿彌陀佛。哦，三號來轉到亞洲兩片哈，亞洲兩片就是大家台灣人最好去嘅國家就係日本。不過，一開始以前，我先俾大家談一下，大家喺2023年嘅時節，台灣跨年最好去嘅前3名嘅城市係哪3隻城市嘛？日本嘅商市啊，冇聽錯係日本，大家來談一下全世界哦，台灣最好去嘅3個城市，係2023年跨年限定。雪梨，哦有雪，還有啊，東京未空。應該沒有。前3名先講，第3名是係東京。第2名乜嘅？第2名係巴黎，第1名係台灣人未當下去，不過台灣冇按到，因為2023年係因為疫情，所以係當然。小琉球。台北市。小琉球係外國係冇。曼谷。泰國。所以泰國嘅曼谷，不過你家來收嘅下都日本嘅青葉斑。嘿嘿，像其實我一開始唔知係日本嘅青葉斑，係因為我去做嘅插運嘅時間吼，我就看到當初有一個建議吼，當好高嘅按鈕，我說你就啲安尼順風停停，我就去嘅順風嘅生意當上當左二號，好熟悉哦。然後你懂全部都做在那個包圍這樣子哈。後來人家就喺日比谷公園，你嗰時就帶順風停停，就去參加。原來佢喺禮拜度嘅青葉斑嘅建議，他有跳那個盆泳舞，嘿，其實係祈福嘅一種舞，不是盆泳，版權咯，版權的問題。盆泳舞。泳跳舞的意思，沒有用一個主。奧斗里就是跳舞的意思。有一個樣片啊，本大家看一下，佢就會用下嚟跳嘅祈福嘅舞蹈。因為天人跳啊。係啊，就咩唔睇，就咩唔會呢嗬。大家都會跳呢，大家都會跳。全部係日本人哦。係，全部係日本人，係。不過亞藝師都未有同到嘅觀光客嚟參加亞嘅節日啊。啊，個扇子係從哪回來啊？佢就會發在山內啦。沒50天哦。你基礎老師50天。韓國有啲人會做嘅日本的和服，佢有啲人 CMO 就是做嘅和服，我之後懂有幹不夠的，嘿，就很像小時候在看那個日本的卡通啊。1公升的眼淚。馬路口，小丸子啊，小丸子。今日講到那個日本的那種歐蹦啊，這種盂蘭盆節，這種記得有青葉斑，然後台灣青葉斑擺咧好強題目強，記得係擺阿公婆。哦。青葉斑就係豆腐卡圖，記得還會準備2種嘅青菜果子，第一種是蜜瓜，這種小黃瓜，就係代表娘家嘅阿公婆轉豆腐卡，就按個凍姜，因為小黃瓜比較熟。還有第二個青葉斑果體係送阿公婆轉去嘅時就係準備嘅吊菜。茄子，因為 Q 好大家，夯得好慢，希望阿公婆可以在人間留久一點。韓國咧，歐蹦這種歐蹦歐斗里，就是講希望佢都有跳咧舞嘅時，就可以接受那種祝福嘛。所以一年一度，因為台灣佢都咪要過嘅 Q 啦，咁嗰啲還冇過 Q 啦，所以變到半夜來過，就8月15號左右前後啦。就係8月17號啊。也有可能碰，應該是不會碰得到。他們都半夜13到半夜16來過這個盂蘭盆節，人很喜歡呢。8月17可以用這個來祝福你。喂，對啊，8月
16送阿公婆专业先，你咪做得专业。好是调出来吼。嘅阿女就係對家美洲來過嘅，亞洲來過，歐洲咩來一下好冇？我有迄個英國特殊嘅時節，有讀到嘅 Q 那個新年。而喺英國講 Q 啦新年講啊解，我回音係啲家鄉啊，係咪回音？特殊，係喺 China Town 係冇？係對個 China Town，叫動外國人對聽入嘅 Q 那新年嘅氣氛。當神似有大家路當佢拿台灣迄個炮嘅上，伊個路當唔係我嘅碟炮嘅上，因為佢當然都嘅買嘅碟炮嘅，水炮，小小顆的哦，小白兔，太年生年嚟，咩拿嘅都嘅碟，還有嘅楊龍大師，楊楊龍大師，佢嘅添面頭前嘅陸豐，嘿，陸豐還有嘅賣東西啊，飯店，哦，賣飯嘅店，串燙啦，我們剛剛是參加因為猜嘛，係嘛？你懂超外國研究呢個是六個師，喺馬街串燙繼續來，對，還有嘅很神奇嘅跆拳道，跆拳道，老台灣冇賣過，跟到冇表演跆拳道。應該是比較像嘉年華的感覺。雖然到英國個係 Q 啦新年，唔講咧，老台灣、老中國嘅新年，真嘅冇嘛 Q 容，好像很特別一樣啊！最每本來白camp來分享一下好冇？好，來點下係最新鮮嘅那種過年過節嘅經驗。亞洲吼，我有去過新加坡啦。咁我其實我社區節咯，就乜講好跨年係因為我每准我。他不讓我去，我也不愛去跨年，一直都動危險嘛。我朋友啊，可能因為我太矮了嘛，我可能跨唔動來，被他踩過去。係咯，所以我自家有改良人家跨年嘅風俗，就係用一種紙哦，寫咗死案度年，你有聽過？我唐新軍跨年倒算哦，3、2，就要跨過去。動身詞呢？係我哋睇嚟之後，到差唔多高中啊，大學嘅書姐是為了那日班啊，也係朋友強下去101啊，大家強有去過嘛？跟你可以呼吸嗎？你做得呼吸嗎？當然可以，因為我會踩凳子。踩高蹺。我嘅街下係就剩2個，我人生當中最特別就係到新加坡。該東西係因為就平英繞牆去改片主區，然後我就多留2天，嘟好就係12月31號。跨年景點動這樣誒，我還特別哦，一張嘢自天線停喺度嘅金沙酒店。哦，有休水期嘅概念咧，叫做無邊際泳池。你看水當過100多款嘅天髮跑，因為它就是在金沙酒店，用飆出去，非常正。住持蘇東多錢，太走低了，那全部發料是好，所以就這樣按到100多，按款個天髮跑真緊動這樣，越聲音動眾就聽我戲一擺真緊。係真緊啊！其實我今日吼大家分享到動到這個過年過節，不管係自家嘅生意，亦係Q啦嘅過年，係新來嘅過年，亦係亞壇節，希望大家過年過節其實最重要係要注意自己嘅安全，才不會樂極生悲。最重要係乜嘅？下禮拜強者時間我繼續來收看愛豆嘅後生太上宮，有他太假哥，講完了。今晡日老太家分享當道過年過節嘅故事，大家故事全老年有同親密連結，無論係歡喜來慶祝，也係老記母都動腦旁，全係愛展現節日帶來嘅儀式感。喺儀式感當中，沒有重重嘅感情和回憶。祝福大家過年過節，卻做得歡喜樂天。